就好似我身後嘅呢個錦田鄉嘅酬恩建醮咁，佢每10年先會舉行一次，今年咧已經搞咗去第340年㗎啦。同時咧都係全香港最大型、最大規模嘅一個傳統醮會。27年，由一支杉開始起成間嘢喺度咯。咁我哋通常都喺舞台嗰度開始搭出嚟嘅。我本身有15至17個人搭咯，不過你要搭60日啦嘛，因為由低層開始嘅，第一支杉開始起，慢慢伸延出嚟咯。咁啊，伸延出個底部先，搭好晒個底部，打好個地基先。打好咗之後咧，我咪慢慢咁樣逐級咁樣上去上邊咯。即係上到去最高呢度100尺高嘅，呢度，面積就42,300尺。呢個臨時嘅結構係可以容納數百至數千人，體驗咗香港社區嘅活力同埋傳統。根本我哋係非遺嚟噶嘛，我哋係呢啲嘅傳統技術，係幾百年之前已經有呢樣嘢噶嘛，中國傳落嚟噶嘛，我哋係承傳中國嗰啲嘢喺香港發展啫嘛。